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1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直播卖药。这个卖药大家都知道啊，最早是在大街上、十字街头啊、路边上大把是卖艺杂耍，然后等到你看的这个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掏出这个神药来兜售。后来对吧，有了电视啊。在电视上卖药，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直播，那么直播间里卖药就成为这个主流啊。今天这个财新网它有篇文章叫直播间神药生意经，无需检查结果，不用望闻问切，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症状咨询到下单买产品的互动全过程。而推荐解决方案的主播并不学医，自称家中有医生。这样的场景真实发生在抖音某直播间里，直播间鼓励家人们不管肩颈腰背酸痛还是头昏眼花睡眠不好，都可以打在屏幕上与主播沟通。一位名为心想事成的用户进入直播间，开始抱怨膝盖不舒服，无法长时间爬山徒步，询问原因和处理方法。接收到信息的主播头头是道地分析起来，膝盖疼痛可能是原因包括半月板损伤和膝关节积液，若无肿胀感，考虑风湿或者上年纪后发生关节退行性变化。你这样的情况用2号链接，每天早中晚3次涂抹。产品推荐未了，主播还不忘变着法让消费者增加购买量，建议3支起拍，单支不好退，3支包退，退货时开封那支自己留用，无需收钱。上述直播带货并不罕见，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沟通和销售推广方式啊，它在逐渐深入健康领域。随着今年双11促销临近，生意愈发火爆。近年来，达人、品牌方、药店纷纷加入保健养生直播带货浪潮，多方参与之下，直播渠道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前发展。以抖音为例啊，说有研报估算，2021年至2024年电商保健品行业年复合增长率120%。与此同时，三品一泻直播间虚假宣传、违规广告、销售误导、品质缺陷等乱象频出，营销套路更是令人不设防。三品一泻指的是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另外，财新在采访中发现，食品冒充保健品或药品违规宣传功效的现象不在少数。主播话术精湛，剧本动人。10月15日，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发院发布调查报告，列举了主播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例。比如介绍玉米须3叶茶时，声称3高越严重越管用，降3高秘方以帮助上万人；营销医用液体止鼾器时，强调产品从根源上给你解决，能除能断。推荐金士康左旋肉碱加铬胶囊，保健品过程中显著标注速效减肥健康瘦，火辣身材吃出来，不运动不节食不拉肚子。主流直播带货平台内容审核趋严后一些商家转战私域，这一部分市场少有约束，以敢讲复购率高著称。尽管经营效果差异大，不少私域依然吸引到忠实粉丝。狂热者从早到晚听直播以及回放，掏出绝大部分个人收入购买产品，甚至对普通食品可以防病治病坚信不疑，令在狱域外的家属忧心不已。随着网络直播带货业态飙起，在助推新业态发展的同时，如何避免神药虎视眈眈盯住健康焦虑人群，围猎公众的钱包？直播间受害者说，如果不是去年12月的一次生病经历，王某很难意识到母亲受保健养生直播间荼毒如此之深。他在大学宿舍突发急性肠胃炎，疼得死去活来，打电话告诉母亲时，对方的反应是先别去医院，喝一下海巴碱酵素原液就可以缓解。因症状严重，室友最终换来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没有造成恶劣后果。王某母亲是山东某县一名退休护士，沉迷于保健养生直播间近2年，后期表现近乎疯狂。2022年，他母亲偶然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位健康达人，名为苏博金言。一次因为手机内存有限，他母亲卸载过抖音，但在微信视频号再次刷到同一个主播。
至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做过子宫良性肿瘤切除术，以及有糖尿病家族史，他母亲健康焦虑严重，甚至一度无根据的怀疑王蒙也患病。这按理不应该啊，他母亲是护士啊，应该懂点医学常识啊，怎么会让一个对吧抖音上面的打把式卖艺的给骗了呢？要说糖尿病啊家族史，这个健康焦虑，糖尿病家族史我也有啊，但是我是不会轻易啊相信这个社交媒体上那些所谓的专家医生。财新注意到，在抖音平台上，这名达人橱窗里陈列着上百种产品，但表现低调，只有3条视频记录，内容多是个人照片配上鸡汤文字，比如心有猛虎、沉默是金等，签名写着生如蝼蚁，美若天神。而在微信视频号里，该名面容清秀的自称苏博士的中年男子摇身一变成为肿瘤科医生，头像身穿白大褂，直播讲授中西医学科普知识，内容涵盖如何睡个好觉、焦虑、抑郁情绪缓解、捍卫阳气、不生病等各类。说现在他母亲几乎每个月都会从苏博士处购买各种产品，前述什么海巴吉酵素原液是常见一种，4盒600元。1盒可服用3天，1天50块啊，还会购买6盒9000余元的橡胶树种子油、什么凝胶糖果，以及复配益生元膳食纤维固体饮料、羊肚菌、有机蔬菜等其他产品。怎么神奇怎么吹，在主播的反复教育下，王某母亲已经认可啊这些，也就是所有的药品啊，这个或者是保健品的功效。事实上，王某母亲所购买的产品既不是治疗疾病的药品，也不是已经备案或注册具备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品，而只能归类为普通食品。而据财新观察，在直播宣传问题中，食品冒充保健品或药品违规宣传功效的问题非常普遍。日常生活里，王某母亲还会践行苏博士宣扬的健康饮食理念，不吃肉类，只摄入购买的产品和纯生态环保蔬菜来补充营养。王某回忆，在家时每天逼我吃喝这些，我1个月瘦了10斤。最后啊，这个王某统计啊，他妈在苏博士处购买产品花费接近10万元，平均1个月至少有3、4千元，这只能说明他妈收入还可以啊，就是退休金啊发多了。巨额开销之外，更严重的是2人母女关系因此恶化。只要我放假回家，就会因为保健品跟母亲闹一场。王蒙发现越来越难在保健品这件事上与母亲形成有效沟通，只愿相信这个人，也就是苏博士啊说的话，不愿意相信其他人。这个文章还介绍了另外一个啊，叫李文，他的父亲啊从直播间购买保健品，目的很明确。李文介绍啊，他父亲60岁，家住河北农村，以干农活为主。因为患有糖尿病，父亲之前一直坚持服降糖药，并控制饮食。然而今年秋季秋收来临，干活时间一长，就容易感到饿。他父亲对此颇有怨言。恰巧快手直播间出现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新理论，进入父亲视野，正中其怀，就是什么服用舒糖粉可以帮助细胞吸收糖分，病人无需严苛对待饮食。依照主播介绍，他是糖尿病专家王刚柱的弟子。王刚柱是舒糖粉研发者。你说这个名字啊，名字就很霸气。王刚柱啊，刚做的柱子，身兼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内科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石家庄糖尿病医院院长等重要职位。李文父亲听信这套说辞，并决定买回家试试。实际上，李文父亲购买的舒糖粉草本固体饮料，他那个舒糖粉那个糖啊，他宣传的时候是那个糖尿病的糖啊，蔗糖的糖，但是他买到商品的时候，他那个糖啊变成唐朝的糖，那个米字旁没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本来是对吧？你看这个名字好像给你这个稀释你的身体这种糖，对吧？糖分啊，结果拿到手一看，原来是把唐朝给你稀释一下。直播间的花招远不止如此，套路第一，其次才是产品。一名运营直播公司的人士表示，进入其运营的拼多多直播间，看见一名身穿红色旗袍的中年女性正在宣传名为黄金脑动力的产品。她自称是3个孩子的母亲，自己孩子服用此款产品后成绩提升明显，孩子学习不好的、老年人记不住东西的，给我扣健康2个字，讲故事间隙，主播还不忘与直播间观众互动，上链接下单环节。这名主播假意输错价格，使得观众购买价比原设定的价格低，粉丝们
怎么都88元拍到说干妈们88元能不能去退款？主播和助播相互配合，促使观众产生占便宜的心理，吸引更多人购买。这好多人一看，他本来宣传是188或者288，然后上链接的时候上错了，写了个88，好多人一买啊，然后他就劝你退啊，这个太亏了。各种营销路数齐下，像王蒙母亲、李玟父亲这类在直播间购买健康养生产品的人群逐渐壮大，且消费地域下沉趋势明显，逐渐深入3、4线城市甚至农村。那这个背后的利益群体啊，背后的这个生意经咱就不用说了。告别传统媒体造就的脑白金、三株口服液等保健品风靡全国的时代，2015年之后，受严监管、信息传递加快以及保健品购买方式多元化等因素影响，保健品销售渠道已发生过一轮迭代，传统直销、药店、商超渠道逐步退化，电商渠道崛起。这个直播带货卖这些保健品、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械的啊，这个产业链是越来越大，它有政策模糊地带。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密切观察直播带货这种新型网络经营模式，也深知因涉及经营主体较多，法律关系复杂，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不够明确主体，导致直播带货消费纠纷数量快速增长。调查会汇总2023年8月至今年8月舆情总数发现，直播带货问题舆情中宣传问题最为突出，其中虚假宣传数据高达31%，违规广告占比13.4%，销售问题中销售误导现象较为突出，比例为18%，产品质量问题中，产品品质和资质分别占17%、14%，售后服务和退换货仅占3%、4.3%。主流直播带货平台中，涉及直播间带货问题舆情相对较多的是抖音，舆情占比27%，体现为虚假宣传、销售误导和产品品质问题。其次是快手，舆情占比19%，淘宝、京东、小红书占比超过10%，舆情在头部主播方面并不凸显。问题更多集中在一些粉丝量较小的主播群体。为何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直播内容的法律属性和主播等主体的责任尚未明确。虽然《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规定，发布商品一械等产品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由广告审查机关审查，否则不得发布。问题在于，直播间推销商品一械的行为虽有广告效果，但并没有在法律上真正纳入广告范畴监管，处于政策的模糊地带。直播带货如线下1对1销售行为不同，互联网要放大宣传的作用，影响面更广。当直播带货出现最常见的虚假宣传问题后，现有处罚力度也不足以威慑违规人员。现在这个构成虚假宣传的，处以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是这个数看上去多。但是对那个明星主播一场直播收入就能上千万的这些主播来说，你这个罚款是9牛一毛，是变相的一种奖励。所以说，怎么可能起到震慑作用呢？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普通人如何避免掉坑？调查报告指出首先，消费者应通过正规平台和商家购买商品一械产品，选购前要查看直播平台公示的商家信息，查看其是否有营业执照。如果平台没有公示商家营业执照，建议尽量不要购买其商品或服务。其次，不要轻信主播的产品功效宣传和承诺保证，要根据自身实际需要理性消费。确实存在某些疾病的患者，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诊断治疗。部分人群更容易在直播间迷失，比如老年人，他们需要更多家庭和社会的帮助。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或面临健康焦虑的增加，这可能导致他们对保健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犹如生理功能退化、认知能力下降以及社会活动减少。老年人更易受到信息不对称影响，这些因素使他们面对直播中大量信息时难以迅速做出明智的决策，因此更容易受到直播间暗示和影响。这种直播卖假药卖假保健品、夸大虚假宣传，这种现象也叫见怪不怪。不仅老年人上当受骗，有很多年轻人也会上当受骗。所有的骗局都一样，所有的骗局都是利用人类的恐惧、贪婪。首先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这么容易上当，对吧？被这个假的保健品、假药，被这个神奇的药效，对吧？夸大功能、夸大宣传所迷惑。这首先一个是反映我们当下的医疗水是有限的，就是我们不以别的病
病为例，就说糖尿病吧。糖尿病是个非常常见的啊，现在咱们10个人里面恐怕有1个、2个是糖尿病，而且啊，这个至少还有好几个是潜在的高危，就是随时会变成这个糖尿病患者，2型糖尿病一般的啊。按理来说，这么常见的病，对吧？应该是个各种相关的医疗知识啊，对吧？治疗知识非常普及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对吧，也比较容易控制，通过饮食，对吧？通过这个胰岛素什么，对吧？通过药啊干预。但是人呐，总有千差万别的，5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对吧？同样的案例，同样的这个病情，同样的治疗方法，同样的药，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效果就不一样，那他就会焦虑，对吧？他那个血糖控制就不太好。就像这个文章里面介绍的这个李文的父亲，他要干农活就得吃饭，对吧？不吃饭没力气啊。但是他一吃饭，那血糖他也上去了，他又乱了。血糖一上去，他各种这种叫次生灾害啊，各种叫什么并发症，对吧？糖尿病本身啊，它不直接对你造成伤害，但是它有很多并发症，而且都是不可逆的。那它效果不好，对吧？它就会产生焦虑。这个时候直播间有个骗子，对吧？在那儿狂吹，先说人设，他是什么糖尿病专家的弟子，完了这个对吧？这个东西喝下去怎么样就好？那这样的人他就非常容易上当受骗，因为他在他日常的这个治疗中啊，他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点像疑难杂症。所以说啊，我认为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常见病，对吧？很多病呢，这个规范治疗还是不够，宣传的也不够，对吧？治疗水平、卫生健康水平也是不够，还有很大的提高的余地。如果一个糖尿病患者，对吧？他很容易到个3甲医院和医院就能把他控制，很容易，对吧？那骗子哪有可乘之机呢？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跟我们的患者、跟我们消费者有关系，就是贪婪和恐惧。我们经常聊这个电信诈骗，对吧？我们经常还那个看央视报道的各种骗局。我们现在能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真的需要被骗，就是到底是骗子骗他，还是他需要骗子？这个现在我也得拿不准了。我看有的人他需要被人骗，要不然你没法理解。他被人骗的过程中啊，他是实际上一种微妙的叫博弈的心理在里。博弈什么呢？就是骗子万一骗不倒他呢？万一是真的呢？对吧？他还是带有博弈的心理。当然了，他是失败者，他肯定会被骗，是失败。但是他不觉得，对吧？此时此刻，他认为他在跟那个对手在博弈，对吧？就好比胡适样的，都知道啊，这个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对吧？而且是甚至有恶化，对吧？做假账、欺诈善事，没有得到改变，对吧？那些发行处的那些老爷，对吧？那些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非法收入，从韭菜身上抽走的血不计其数。但是就有人愿意进去赌一把，对吧？你提醒他说这有风险，哎，人家还笑话你踏空，对吧？他就是这种人，就像庞氏骗局一样。这个资金盘呢，大家知道资金盘吗？什么山东临沂的树拍，还有好多啊，这最近全爆雷啊。那个大家都知道那是骗局，但是我是去年把钱放进去，对吧？我今年到期了，我一拿出来，我赚了30%，我很开心啊。你没赶上，对吧？你踏空了，对吧？我劝你买你不买，劝你进来理财你不干，大家都知道那是骗局。然后他到期，他把钱取出来之后，一看我这个钱存银行吧，只有1个点的利息，干啥呢？在最后啊，连本带息，再加上7大姑8大姨借的钱，一把再放进去，再来一把，再赌一轮，对吧？我就赌他今天倒不了，我到时候我扑来又赚了30%，就这样啊，总有一下被夹住，一个都跑不了，这不就是贪婪吗？对吧？明知那个有问题，还要去搏一把的，完了这个人家劝他你不要上当，哎，你这是嫉妒吧，对吧？你是踏空了，就跟那个骗局是一样的啊。骗局你劝他不要去上当受骗，那都是假的，他不，对吧？他就要去叫明知山有偏向虎山行，这也是一种性格，这就是所以他需要被骗，你拦不住。易骗体质，就是说他在这个卖药的直播间不被骗，他哪天在别的直播间一样会被骗啊，你劝不了，总有一款骗局是等着他的，为他量身定制。你这么防那么防没有用，对吧？按道理那个王蒙的妈妈是护士啊，护士对吧？你都退休了，那你跟在医疗这行业干了这么多年，常识是有的，但是他依然对吧被人骗，对吧？买10几万的这个所谓的药品，实际上他是需要被人骗啊，是骗子需要他还是他需要骗子，这个都不好说了。说到这个疗效啊，我在以前直播的时候说过，这是我亲身经历。我一个好朋友，对吧，赚了不少钱，应该在10几年前，不知道他怎么就对药特别感兴趣，然后他就不知道通过谁介绍还是自己怎么认识一个老头，那个老头啊说手上有个配方啊，那个配方是治疗艾滋病的，对艾滋病有疗效，然后就忽悠我那个朋友投资，哎，他们就先去搞批文，搞那个药号，对吧？你先搞药不行，搞成什么保健品、口服液等等，反正那一套啊花了不少钱。后来说艾滋病不行，变成治疗什么癌症，对癌细胞有抑制作用。经过试验，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他老跟我说，哎，我们都知道啊，除了他自己说的兴高采烈的，我们都知道他上当受骗的，我们劝他，他听不进去，
进去我就劝了人家不开心，好像人家马上就发达了，结果就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了。所以后来等他在讲的时候，我们就是听到我果然厉害，效果果然好啊，他那个药是可以抑制癌细胞，反正只要是癌细胞都可以，对吧？这个药就从这个本来是抗这个艾滋病的，变成抑制癌细胞。但是他那个你要知道，这玩意那个药品的批号很难下来啊，他用尽了关系都没搞到批号，最后他搞成一个叫内部试剂，是吧？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是有的大医院或者有的单位有的体系里面，它叫内部试剂，它不对外卖，先叫内部试剂先试用，完了之后，总之它各种途径的试啊，又不行，最后他那个药那不能搞内部试剂怎么办呢？变成给动物治病，可以给猫治狗猫的癌症。这个你看一降再降啊！后来我就看他天天在群里面发，谁谁家的狗对吧得了癌症要死了，结果喝了这个口服液啊，神奇般的好了，对吧？谁家的猫也是神奇般的好了。最后我这哥们儿就在这个药上面恐怕赔了2-3千万，实际上他就遇到一个骗子，所谓的民间神医。我说你这个药方对吧？我说在我们那个电线杆上多的是，根本不用花钱，你自己去拍一个，但是却没有用啊。他还跟那个老头合作，老头有专利，然后他负责投钱，负责去搞批文、搞批号。去临床试验，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后来对吧，撞得头破血流，最后才认为啊遇到骗子了。我说你这玩意动不动就治疗艾滋病的，那这老头应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而且他是中药，人总有一段时间是处在一种犯糊涂状态，怎么劝都没用，像着了魔一样。幸好啊，他那药后来是给动物喝的，对吧？给人喝不知道喝成啥样。最近对吧，我也在减肥，叫减脂啊，所以做节目或者直播的时候，经常有人问，对吧？你怎么了？怎么瘦了？所以我们就会聊到减脂、运动，对吧？饮食。但是，一涉及到专业的，比如说是膝盖疼，对吧？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头晕，那咱们这建议你赶紧去医院检查，对吧？去正规医院，不要怕麻烦，对吧？我们只是交流我们个人的一个感受，对吧？不会推荐任何什么药品啊、吃的，对吧？而且咱们这儿因人而异，每个人身体状况、体质都不一样，对吧？这个方法对我来说非常好用，但是对你来说就不一定，对吧？你如果有问题，最好去3甲医院查一下，费点功夫，对吧？自己的健康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你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对吧？你跑到直播间，跑到那抖音平台上面去解决你的问题。有一些直播间啊，我举个例子，比如那什么运动员，对吧？长跑运动员退役的，他也在直播间里面先给你讲长跑知识，讲完之后他就推荐你什么蛋白粉呐、什么电解质啊、什么跑鞋啊等等啊，他就带货嘛。这种啊，如果你要相信了，我是建议啊，你听了他的后，你要决定买他什么东西，你最好是去医院挂号，对吧？跟医生交流一下，说这玩意管不管用。医生要觉得可以试，那你就买；医生就觉得你还是对吧正规服药吧，你就正规服药啊。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对吧？你去听听大夫怎么说，对吧？真正的大夫啊，他有的专业的运动员，他长期运动完了之后，他用过这个东西，觉得这恐怕也是真实的，就是他个人用过的，他推荐给你。但是我觉得不一定适合你。刚才说了，人跟人是不一样的。说来说去啊，最后归根结底，为什么这么乱象频出？还是监管出问题，监管出问题，平台失守，对吧？平台啊放任，再加上大宝贝有这样的一个土壤，所以这种乱象啊层出不穷。过去这个子女们被父母的这个被老年人这个什么花几万块买个什么床，理疗床，什么啊矿石床，还是什么床，对吧？为这个所折磨。现在被直播间的这些这个主播，对吧？所折磨，也防不胜防啊。说来说去都是监管出问题。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